继续来看，纽西兰提出着旅游泡泡的构想，打算要甲澳洲合作，双方的人民出入境唔免居家检疫14天。啊，这日本、越南等等的国家嘛，正咧讨论安全解封。啊，台湾敢嘛有机会将做旅游泡泡的会员咧？立法院是邀请到3关学界来座谈，希望早日开放到国际观光客来台湾。也毋过一关事讲，放松管制会提悬感染的风险。未来若是开放这个边界，恐惊大家爱阁回到全民挂喙暗的日子。国内疫情有较回，立委嘛希望讲国际旅游赶紧放较灵灵。它创造的 GDP 的效果其实是远不如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。每一个国外旅客来台湾创造的 GDP 效果，是我们国人自己在国内旅游创造 GDP 效果的17倍。纽西兰打算要甲澳洲合作，出入境无需要居家检疫14天。部分的国家嘛正在讨论安全解封，台湾敢有法度做伙加入？还要很多时间，我们还没决定很多的细节。在开放边境的时候，原则上，我们希望彼此互相开放。不过，全世界疫情可能有第二波扩散的趋势，台湾若是开放，风险嘛会增加。要命还是要钱？我相信命跟钱呢，大家都会选择要命。国际旅游泡泡啊，什么这些哦，我觉得那个也不敢说它100%安全。放松一点，那可能那个地区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感染。那最近的北京、东京、首尔，大概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个案。未来如果边境开放的话，那我建议大家就要退回，我们就要开始戴口罩了。产业界、官方学者做伙咧讨论，希望讲会使找出兼顾防疫甲国际旅游的做法，伫边境解除封锁进程会使量早部署。